地方消息来关心食品安全的问题，是药事视察食品进口业者发现，全台湾有7间公司申报无老实。其中上界严重的是高雄的一间食品公司，伊竟然是有35件过期的食品，其中这鸡排是已经过期8年啊，甲这个业者重罚30万。卫生局稽查人员伫违规的食品顶悬打封条，高雄这间食品公司共发现竟然有5种产品过期，包括肉片、油片、酱料、米制品、菜色水果、加水产加工品，拢总有35件，925公斤。其中有一项鸡排是1806年8月28日到期，也就是讲已经过期8档啊。前镇仓库内发现逾期食品，现场并未发现围标或改标等违法事证。据查，该业者销货对象为渔船，该批逾期食品未有流入市场。这摆是卫生部是由苏联合国地方政府卫生局稽查检验全台230间进口业者，稽查重点包括食品登录、管理甲过期食品等等。结果包括空信公司在内的6间业者，因为无建立对数追踪系统，申报无实在，无食品安全监测计划等等。罚3万到6万不等的罚金。另外，高雄的东湖公司因为囤过期8档的鸡排，拢总罚30万。专家表示，冷冻过期的鸡排，若食了对人体无帮助，颠倒佫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。像金黄色葡萄酒精、大肠杆菌等等。然后我们在烹饪当中的话，也担心说，这种受到环境中的微生污染的鸡排，它会有食安的疑虑。然后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。食药署表示，有业者已经不是第一摆违规，未来会列做重点稽查的对象，嘛提醒食品进口业者爱遵守食安法相关规定。记者胡兆勇高雄采访报道。